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Go Go Go》好吧，我是民族。你看看，里面都会手菜。 有没有？里面都暗熟熟哎！我怎么会来这里呢？因为今天呢，听说在这边有一群后生人真到故乡来做啥去演出哦，来中他们导演向下听啊，来你老弟弟都看呐。Hello， 志宇我来了。才相隔不到1年来。这外面改变好多哦！对，听说有年轻人回来做社区营造，是对，其实有一群年轻人，他们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他看到这地方很有趣，一间一间的。那其实有很多年轻人，他是散居在龙潭的各地，他们在做艺术创作，但是他们一直缺乏在市区能够有一个曝光的点。那我们就跟社区的那个居民一起画一些灯笼，都是居民画的，这都是居民画的。就是当初最早的时候，我们画这个灯笼，其实是希望透过龙潭的地景的色彩的方式，去重新把这条街去点亮，用灯笼去说故事这样的概念。所以也是希望透过这边活化之后，也让年轻人重新去认识龙潭自己的故事。其实呢，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呢，龙潭市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客家大庄嘛，我们要来教大家讲一下客家话。至于你会讲年轻人的客家话？会啊，黑嗓音。哎，好标准哦！没有啦，黑嗓音。对，黑嗓音。最近我们都看到好多，包括台湾灯会呀、地景艺术节啊等等的都办在这边，还有农博。对，所以我们顺便来教一下桃园。对，这个桃园的客家话该怎么说呢？桃园。好标准哦！没有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也可以来做教这一句话，就是叫做年轻人做社区营造很有心。好，还有啥你做啥去营造懂有心吗？好厉害哦 ！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来认识这一位朋友，回到自己的社区里面做社区营造，真是非常棒哦！也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来耕耘了。重点是学到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年轻人，后生人，后生人。第二个词呢就是桃园，讨厌，讨厌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到这句话就是年轻人做社区营造很有心，后生人做社区营造动有心。后生人做社区营造动有心，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下一次也可以去龙潭这边来看看这边不一样的风景。好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